仰望伫你的手，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仰望伫你的手，愿你洁净阮的心，安静阮的灵，互阮会当专心来敬拜你，互阮伫祈祷内面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，得到快乐。愿安尼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，求主充满我，求主的圣神来充满咱每一个人，互咱伫圣神的充满内面，咱的灵搁一摆得到提升，咱的灵得到上帝的高活甲充满。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，求主充满我。充满我，来充满我，主，我较无你的同在，求你洁净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来追求你的面，主，我来追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。充满我，主，我较无你的同在，求你洁净我，来充满。求主充满咱每一个人，充满每一个座位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你的宝血洗净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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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本定做我光。搁一摆来呼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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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宝血洗净我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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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稳定做我冠冕。咱伫祈祷的大声，咱做伙开嘴来学乐咱的上帝，特别咱嘛谦卑伫主的面前来认罪，咱用学乐来到主的面前。嘛用谦卑认罪来到主的面前，咱做伙开嘴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是阮的上帝，你是阮的牧者，你就是阮的荣耀。主啊，阮要倚靠你，阮的性命要得胜，搁得胜。主啊，祈你，恳求你洁净阮的性命，恳求你的灵来充满阮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的性命活出你的香味。主啊，阮要恳求你，保护来压扛阮的心，互阮无得罪你。所行所做，拢会合伫主你的旨意。主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主感谢你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开喙来学乐你，因为你是阮的主，阮要常常学乐你的名。你的名是堪得学乐的。主啊，当阮若学乐的时阵，阮的心若开阔，阮的灵嘛要。会当若开阔，阮的心要甲主你较深来连结。主啊，阮嘛要伫你的面前谦卑来认罪。主啊，阮知影，阮伫生活中常常得失人，得失上帝。阮常常做上帝你无欢喜的事。但是主啊，阮是你的囝儿，愿伫你的面前祈求的时阵，你要有赦免的恩典互阮。主，互阮常常伫你的面前来讨放阮的罪。伫你的面前，你祈祷，互阮会当活出主你所爱的优秀。主啊，帮助阮每一个人会当坚强徛立伫你的面前，成做主你上好的囝儿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来看，今仔日是大讲节第二主日，就是信心。信心是啥物？信心就是玉婷姐，信心是啥物？雄雄甲你客气啊咧吼，信心，好，咱放伫咱的心内，咱一个功课互咱对上帝信心是啥物？
信心可能是你病痛的时阵，我靠上帝，无怀疑上帝；信心可能是你经济困难的时阵，你也要搁我靠上帝。这就是信心，全然的信心。有一段经节，伫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讲：吼，即使无信，就无会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，的确着信伊有，也有报赏遐会求伊的人。华语嘛读一摆好啊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是咱爱常常倚靠上帝，爱有信心，伫患难中、伫困难中，有缘倚靠咱的主。咱煞接有几项祈祷。第一项来为着咱个人的需要、信心、困境、健康，佮你的工课，特别为咱的家庭和谐，咱厝内面每一个人的平安、健康、经济，咱做伙开喙祈祷。咱要来为着第二项来祈祷，咱要为着破病中治疗的肢体，还是家庭，还是因的陪伴的厝内面的人来祈祷，也为着学业中经济困难的兄弟的家庭来祈祷。特别咱嘛互相来为每一个家庭来祝福，为着坐伫你边仔的人，伊的家庭来祝福。咱做伙开嘴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。煞接也要来为着咱所听的台湾来祈祷，为着咱台湾所徛起的平安，为着咱的国际地位，也是为着台湾福音伫台湾各地传遍。求主掌权，特别这个百姓又搁伫礼拜五上的迷思内底，咱来祝福因，互因会当认捌真神。咱为这三项来祈祷。12月15受洗甲更新的兄弟来祈祷，咱的周报内底有名单，你若方便会当拍开，为着这个名单祈祷，也为着咱富强人有较无追求真理、愿意受造就、热心传福音的心志来祈祷，互咱较侪富强人会当愿意互主来使用，
会当全力热心服侍咱的主。好，咱做伙来祈祷，是主上帝，愿感谢你，在这个附近20几个兄弟姊妹要受洗接做你的囝儿，愿感谢主你的呼召，甲拣选，愿你赐福因，让因的心坚定，因会当一生都来面对主你的脚步，主快乐，主帮助咱们，帮助教会追求真理，每一个人追求真理，听主。听人的心，每一个使者，因主你的恩典内面，将会做你所依靠的东西。下面的祈祷，咱为着今仔日2堂的礼拜来祈祷，为詹牧师今仔日的讲道，为着会友敬拜时的时阵，还有敬虔的心，敬虔的心真重要。望主圣神帮助咱，每一个人拢有敬虔的心。第三，为着咱服侍团队，每一个服侍团队来献上祈祷。咱伫主堂以外有主日学，有查经班在进行。有每一个服侍团队，可能是徛伫路口的交通团队，也是有产的同工，咱拢为因祈祷。也是伫心灵传教的同工，咱拢合一服侍，求主帮助咱做伙开嘴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用今仔日2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，我求主你的圣手仰望阮，帮助阮，帮助咱们所今仔所反抗的人，实在是感动阮的心，互阮能当对生命一个改变。主啊，我的会有敬拜时阵，一个敬虔的心，谦卑的心，互阮的生命愿意改变，互阮的生命一生跟随主你的脚步。主啊，为团队的服侍献上祈祷。宣告，做伙来宣告，来永生咱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真理的调酒，是活出听的健康教会，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，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，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。阿门。咱请做伙起立。求主来充满咱每一个人，主，我来追求你的美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较无你的同在，求你加增我，来充满我。耶稣。
谢主，互咱会当敬拜伊，煞只咱要拍谱啊、唱歌，过来学乐咱的主。大声来学乐咱的主。我要大起唱歌，学乐你名，因为你大作为你奇妙。全地啊，主我想欢迎你的荣耀，全身来学乐你，然后跳舞到大行大地，来拍手，共唱到最后，天天荣耀，我共同的当地，唱歌主你的神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的主，哈利路亚主，我是兄弟，哈利路亚你的神。我要大起唱歌，学乐你名，因为你大作为你奇妙。全地啊，主大声欢迎你的荣耀，全身来学乐你，然后跳舞到大行大地，来拍手，共唱最会好，热情荣耀，我共同的当地，赞歌主你的神。哈利路亚！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的主，哈利路亚主，我是兄弟，哈利路亚你的神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的主，哈利路亚主，我是兄弟，哈利路亚你的神。哈利路亚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的主，哈利路亚主，我是兄弟，哈利路亚你的神，哈利路亚你的神，哈利路亚你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咱的主得胜对不对？是说咱的性命嘛会得胜，咱的名字荣耀的君王。你是严格的君王，你是和平的主，你是有主万民主宰，只有
咱的吟新圣诗180首。